个新闻来关心疫情相关的消息。咱国内疫情有较稳定啊，指挥中心为3月初1起陆续放松这个防疫措施。后礼拜3月初7。边境的新政策被当作是观光复苏的头一步，未少旅游业者拢期待赶紧解封。这个旅行业者更加画出3、5、7这个讨房的3阶段，也就是先开放入团、入境这个团客，再开放出境的团客。同时针对入境的团体呢，这个接待提出规划。这个感染科医师黄立民认为讲，现阶段唔通着急要出门，等这个后半年注射率提高了，搁出国安尼较安全。卡网看真久，拢伫咧想当时才会当去出国，什么时阵会当去飞去日本？民众做想要出国的，旅行业者嘛想要做生意。过来3月初7开放外籍商务客来台湾，旅游业者画3、5、7放令政策。3月开放商务，5月开放入境旅游，7月开放出国旅游，以低风险国家为主。游客已经出2剂预防针。团体游客会当2个人带1间，每天入境团体总数会当新增加到3000人。在出境的部分来讲的话，还是会朝向以低风险国家，然后再还有就是配合我们主管机关的这个回来的隔离的措施。那当然入境的部分，我们有提到就是先从限制团体的数量，还有人数。看国内疫苗接种，第二个是国内抗病毒药物是不是足够？理想是至少接近100万人份的抗病毒药物了。如果这2个都到位的话呢，你放松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目前国内疫苗接种率在第3剂呢，其实还是不太够。不过当时出国才安全，代离开营养建议，即马各国疫情嘛是真紧张。若是处预防针的人愈来愈多，后半年才个出国会较安全。后面呢，安全性会越高。那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会提高，然后它的那个流行的高峰期，通常在那个时候也比较过那个高峰期了。毛医师认为8月才出国较安全，除了总体确诊数要较观察。台公卫专家陈秀熙提醒，即马还未做疫苗，12岁以下囡仔拢爱特别注意。境外移入住院的人数，若是控制伫咧350个人以内，儿童住院的人数无超过60个人。解封的政策才会一步一步杀出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